響爆，鎖37分親不失心老相貌，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，從來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鐵照樣搭，照求位置打卡，公式也照樣算，做到就天黑。神奇在這老電腦發現極怪框框，當我按一瞬間，灰台燈也迷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黑檔案也藏了花花草坡到接待，前方我鍵盤都起了舞，陪同奇異裝束者飛躍越障礙。漸行近視窗關閉，先深呼吸，這幕驚險到削位，而我人設為那位，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NPC 跟着路軌，無聊像我照樣過，確實未算玩家，不玩豁免敗仗，太無盡或更差，然而大腦記錄過，那樣射在倒塌，心想退出身體境界面裏。灰台燈也迷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黑檔案也藏了花花草坡到接待，前方我鍵盤都起了舞，陪同奇異裝束者飛躍越障